根据新华社12月1日报道，随着准噶尔盆地东部风险碳健康单已经喷出高产工业油气流，作为新中国第一大油田，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证实了准噶尔盆地东西并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格局。根据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中，这个广袤的盆地累计新增探明石油储量 7.37 亿吨，迈进了新的储量增长高峰期。准噶尔盆地是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主要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是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最现实的战略接贴区之一，汽油资源总量达118亿吨。截至2020年11月，这一区域探明石油储量已达 31.5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1719亿立方米。作为中石油新疆地区油气当量5000万吨商产工程的主力军，新疆油田公司近年来依托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增储上产，实现油田大发展。今年原油产量将突破1320万吨。目前准噶尔盆地油气综合探明程度为 26.6%， 仍处于勘探的早中期，潜力巨大。2025年原油产量预计将达到1580万吨。据报道，一名被哈萨克斯坦当局遣返到迪拜的东突厥散哈萨克女子已逃脱被引渡至中国的危险。哈萨克人权人士透露，她已安全抵达阿拉木图。据克里米亚通讯社日前报道，来自东突厥散的哈萨克女子热依扎阿汗通过香港、马来西亚和迪拜抵达哈萨克斯坦，但是海关当局不允许她进入该国。哈萨克斯坦阿塔人权组织土耳其代表表示，透过人权活动家的努力，哈国当局同意热依扎阿汗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寻求庇护。目前她已安全抵达哈萨克斯坦。他表示，在东突厥散不仅是维吾尔人，而且是包括哈萨克人在内的所有突厥民族都成为中国当局的打击目标。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制造商。据报道，华为参与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研究组织 IPVM 发现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帮助测试了识别维吾尔人面部识别系统，提供了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监视相关的最清晰证据。根据该文件，华为使用其视频云基础设施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测试了维吾尔族警报系统。根据 IPVM 的数据，华为在2018年的报告中指出，软件通过并能够确定种族作为其面部属性分析的一部分。该文件被标记为机密，可在华为网站上公开获得，但在华盛顿邮报首次报道该文件后立即被取缔。华为发言人格伦对华盛顿邮报表示，该文件是一项测试，尚未在实际环境中应用。中国外交部8日就美国国务院宣称将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提出严重抗议，指出美方行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副委员长进行制裁，惩罚他们早前在人大常委会决议剥夺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所起的作用。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博德恩，就美国国务院宣称将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政令，据此将给予美国获得新冠疫苗的优先权。相关疫苗在开始出口之前，将优先发给美国境内使用。据报道，政令签署将于当地时间8日在白宫的疫苗峰会上举行。白宫在12月8日星期二下午在白宫行政大楼的南院礼堂召开曲速行动疫苗峰会。特朗普透露，政府共注资140亿美元，用于加速疫苗开发和提前生产最佳候选疫苗。
特朗普总统称赞美国的辉瑞药厂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有效率达将近95%。他敦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尽快批准这2家公司的疫苗。